我建議以粵港澳大灣區為先行示範區、先行法治示範區，研究係建設跨境養老法治示範區，依託一站式嘅智慧養老服務嘅平台，探索擬定嘅監護同埋養老信託嘅深度嘅銜接，亦都係需要完善簡化跨境嘅承繼同埋遺產管理嘅制度同埋步驟，以便利係跨境互認同埋執行嘅安排。我亦都建議係探索內地承認執行香港持久授權書。另外，亦都係研究港人內地物業抵押能夠釋放到年金，令到我哋跨境養老嘅香港居民有樓喺內地，但係亦都可以套現兩地去支援養老嘅，亦都進一步去保障我哋港澳台同胞內地養老嘅權益。